被列入世界10大百大这个侵入物种之一的银合番，也就是臭青仔呢，因为呢真够炭，一时间想要甲清除，这真困难。所以讲清未了，抑佫嘛需要控制伊的成长，避免继续危害环境。台湾湿地保护联盟为了要好这更加侪民众了解银合番的加这个环境保护问题，就将这个银合番做成鉛笔加塑料再利用，增加伊的价值。过来种臭青仔，伫咧早期用因来做主要材料和饲料，也毋过时代变化，加上臭青仔本身有毒，所以红换掉。嘛，因为伊正臭碱，影响到生态和环境，所以爱改撤掉。因为它如果长得很大了的话，要做清除就会比较麻烦，它可能会有种子，就是要到处捡种子，免得它发更多芽。台湾湿地保护联盟长期注意生态保护和环境的教育，并将时下招民众做来撤掉臭青仔，或者是甲买地臭青仔变作是独一无二的文创商品，让民众可以好好的认识到说银合欢长什么样子，那平时的话就比较可以去多注意。过来种臭青仔真臭碱，必须要控制伊大量生炭，只有实在接触观察，会当互更侪人来了解保护环境的重要性。Hello， 大家好，我是乃瑜，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赶紧订阅起来，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